過來，這件是台中北屯的市議員參選人區宇珊競選布條去互人迫害，講甲伊協作會市長盧秀燕的畫像，互人用火燒掉。區宇珊講絕對無要原諒這種選舉暴力。民進黨的人士認為，盧秀燕最近的市政表現引發着議論，這個布條互燒掉，就是反映着人民的心聲。台中市北屯區市議員參選人區宇珊，伊吊佇咧街內競選布條，去人挑工破壞，其中甲伊共慶的盧秀燕市長一面嘛去燒掉烏一大坑。區宇珊接到通報，隨報警，破壞這個盧秀燕市長的這個臉，而且他是用燒的，不應該用這個暴力的傾向，而且這個是犯罪的行為，已經違反了選罷法。監視人員收集可疑證據，嘛甲燒掉的布條貼上去，原本掛布條的位置有火燒過粉車，其他地點的布條盧秀燕的面無叫破壞，這嘛是目前第一件有關盧秀燕的競選布條叫破壞案件。本分局已同步啟動維安機制，加強各候選人個人及住居所安全維護。區宇珊強調無分寸選舉暴力，不過民進黨的人認為羅市府團隊最近的表現讓市民不滿，可能就是因為安尼介紹競選布條出去，反映出來人民的心聲。這個就表示說這個選民對於這個盧市府最近的作為有所疑慮，有所憤怒。對布條的邊叫燒掉，盧秀燕無回應。離縣市長和議員選舉過4個月，議員的競選布條說敢若因為市府團隊爭氣，叫人破壞，因為牽涉選舉暴力，檢方已經介入調查。